係啦，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，我係 Akendo 日成個市場都係一個橫行嘅局面，不過日元嘅弱勢就特別明顯，所以美金對日元方面其實都冇乜大動作。不過如果睇下個浪形呢，其實而家美金對日元想去邊個目標位都開始好清楚，而入市嘅明確時機都開始浮現嘅，所以今日我都會一邊確認大市背景，一邊同大家分享下一個入市時機，麻煩大家多多支持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一齊睇下美金對日元嘅圖表。而家周線圖其實畫咗個好靚嘅浪形啦，成體嚟講呢，作為參考，其實用周線圖嚟做基準去睇就啱噶啦。咁喺呢個情況之下，未來走勢就要睇下會唔會突破上次最近高位160蚊，繼續行個升勢。又或者如果今個星期或者下個星期周線圖出現一支大陰燭，咁就有機會高位回落，咁視線就會向下望。咁所以想釐清楚未來大方向，就要留意周線收市價。咁再睇埋周線 MACD，其實而家已經出現咗背馳啦，咁亦都有明顯嘅反轉信號啦。所以技術上再做多單其實都好難嘅，咁樣其實都算係一個合理嘅判斷㗎。另外就要留意下嘅相關消息會喺邊度出現，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關注點。所以首先要將呢啲技術面同埋基本面嘅市況背景記住，然後再重新部署，揾下下一個可以入市嘅時機。好，跟住講日線圖。現時嚟講，價格係158蚊到上次有外匯干預嘅160蚊5毫子呢個區間中間附近橫行緊。其實而家都仲係一個好難操作嘅狀態，因為市況膠着，造成呢個膠着狀態嘅技術性原因就係要留意呢啲趨勢線啦，未來都要特別注意嘅。至於走勢方面呢，就要睇下喺呢條趨勢線上下點樣可以揾到有利可圖嘅機會，呢個都好關鍵。所以短線策略方面呢，我覺得要用多時框分析去認清呢啲區間，好似尋日價格就由呢條趨勢線下邊跌咗落去。不過如果望埋其他美元直盤，好似美元對瑞士法郎4小時圖都見到美元有被沽壓嘅跡象，澳元對美元都去到日線級別一條好明顯嘅趨勢線，英鎊對美元都一樣，美元都去到一個被沽嘅位置。所以尋日嚟講，美國同伊朗停火協議延長都係一個因素。其實唔係因為美伊停火協議延長而有咩特別反應，只係相對上有啲嘅情況出現，咁樣理解會比較合理。換句話講，地緣政治風險對市場嘅影響開始減弱，所以而家都可以開始多啲着重技術分析，例如日線、周線級別嘅支持阻力位、回調低位同埋反彈高位，仲有移動平均線等等，去制定未來策略。順帶一提，如果你已經入咗嘅買盤，可以再觀察下，睇下有冇需要調整。咁而家我哋一齊睇下，根據尋日走勢，美元對日元而家重點關注啲咩位？好，佢而家記得睇1小時圖。講翻尋日啦，根據日線級別嘅趨勢線啦，走勢都如預期咁向下插咗一段，所以呢啲動作其實都唔需要太多解釋㗎。不過呢，如果睇翻1小時級別嘅升勢，現時我哋用咗40點子去計算風險回報，所以而家市場比較關注嘅價位就係160日元啦，點都幾明顯啊。咁所以而家喺呢個圖表上，我畫咗條阻力線喺上次政府干預時160.50嗰度。不過我而家會將重點拉翻去160日元繼續解釋落去。至於呢個貨幣對喺呢條趨勢線上面大約40點子嘅空間內，睇下可唔可以揾到個期望值，呢個都係一個重點嘅。如果想向上突破，呢個位都要留意下。不過其實呢個空間好細，技術上嚟講要喺呢啲位做長倉都幾難操作。至於向下方面呢，現時1小時級別嘅升勢都喺附近拉鋸緊，今日要睇下會唔會跌穿呢個位再落深啲，呢個都係今日要關注嘅重點。不過而家嚟講，市場都幾留意158元60附近嘅支持位，喺呢個支持位之下嘅空間，睇下有冇期望值可以揾到。我覺得而家要喺呢啲位揾到期望值都幾難，所以未來美金對日元嘅走勢應該都會慢慢咁整理下，逐步形成一個通道。咁如果咁樣嘅，其實喺呢啲位做淡倉對交易員嚟講都幾大壓力，會係一個幾煩躁嘅交易，而且都唔值得特登冒風險去入市。所以短線策略嚟講呢，應該係等佢跌穿158元60附近嘅支持位之後呢，先再考慮入市，呢個會係比較基本嘅睇法。而中長線嚟講，就要留意日線移動平均線同158元嘅支持位。另外，周線移動平均線重疊嘅位置呢，應該會係真正適合撈底買入嘅時機嘅，所以大家要記住呢，匯價有機會跌到嗰啲位，短線入市都要留意呢點。無論點都好，技術上而家都唔係太多空間可以操作，而基本面佢哋暫時都唔容易揾到好位開倉，所以做美金對日元嘅部署，建議大家控制住倉位，或者盡量早啲食糊，掌握好時機就最好啦。如果之後有咩大動作，我會再喺週末出片同大家更新，記得訂閱我個頻道啦。今日就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。